这个立委收钱的弊案，嘛牵连到高雄市长的补选。吴益政一直宣传民进党贪污的议题，甲陈其迈去年称呼立委苏贞昌是伊的兄弟的影片并出来放送。李美珍嘛来批评陈其迈骗完着屏东人，即摆继续咧骗高雄人。面对这个质疑，陈其迈来回呛，讲这个案件甲伊拢无关系。我甲阿中。 亲如兄弟，亲像兄弟啊，共款。去年底立委苏贞昌并连任行政院副议长，陈其迈还搁去屏东徛台辅选，但是即马苏贞昌涉嫌收乌洗钱2000万。甲阿中做伙拍拼。国民党李美珍开记者会，用这段影片问讲要搁来骗高雄人吗？这个看到高雄人3300亿的负债，相信这3300亿的负债里面。 就包含绝大的贪腐。签清廉的设计师，伊讲两位对手爱做伙来签，特别选举啊，民众党的吴益政，伊讲有事情的都还是升官，那你社会怎么去遵守这样的，怎么信赖一个领导人？面对国民党和民众党一直提起这个代志，陈其迈讲伊是清白。相关的案件，我从来跟这件案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不要用我去替同志助选。 好，那用这种画面的这种这个剪接，不当的连结影射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抹黑。不满国民党和民众党攻击的手法，应该是来讲正经。我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批评过任何人。特别补选啊，国民党和民众党改变对策，一直攻击上大对手，这对选情会有啥物款的影响？咱继续看落去。